北方选做全国上水老街第2名的台南新华老街哦，因为台南市警察局启动科技执法，路边临时停车超过3分钟就会取缔红开红单，嫌厂商落货，员工暂时停奥多摆，嘛拢会红开红单。最近1个月嘛已经开出上千张咯，后民众是真怨叹。 过去一透早就真闹热的台南新化老街，规条路150公尺长，两边超过30间店家。不过最近老街煞是冷冷清清，路边一台车都无。原来就是台南市警察局为3月15开始启动科技执法，只要违规停车3分钟，就会互处罚。这嘛，互附近的店家是真哀怨。早回来都正常就会啊，逐工咧倒，逐工咧倒啊，有一天等下收到罚单的时阵，感觉哇！ 啊，那个一届开10张啦，啊，佮有员工停喺停喺外口，机车嘛是叫开，啊，就即阵啊拢失去啊。老街店家强调讲，因是绝对支持科技执法，掠违规驶平牌、弄红灯、大车出入，或者是无让过路人的行为。不过供应商要落货，高不市将才会临时停车，希望一旦检讨当地状况，调整执法。那只能停3分钟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那我还是要开走了。当初是由相关主管机关共同会勘决定，那经由市长签准后，才成立这个科技执法。 那我们分局会针对新化老街商店卸货车辆，在科技执法期间，如有被制单举发，那商家不知如何申诉的话，那可以洽询我们分局来予以协助申诉。警方强调，稽查甲处罚主要是要维护车路安全，目的不是为着要告发交通违规。接落来会整理店家意见来检讨，评估科技执法的调整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